家好，我哋係嚟自澳門大學附屬應用學校嘅張子瑩、陳亨利、鄭海琪。咁而家就進入去我哋嘅分享啦。我哋嘅計劃分為5部分，分為引言、想像、實行以及分享。咁其實我哋係打算參加 DFC 比賽之後，我哋都比以往更細心咁留意身邊嘅問題。咁最近啦，就喺網絡上面發現咗好多盲道被霸佔，見到呢啲情形，我哋都想更進一步咁實現對盲人嘅幫助。於是我哋就決定從盲杖着手。由於市面上嘅盲杖大多都係冇特殊嘅功能，或許就係一支普通嘅棍，係失明人士日復一日咁使用先可以習慣嘅。或許我哋就可以創造一個全新嘅盲杖，咁就可以喺呢一方面解決失明人群出行嘅問題呢。最近我哋實地考察發現，好多盲道都被霸佔，例如電單車嘅違規停車，令盲人嘅出行雪上加霜。網絡上面有好多部落客都自發地喺盲道上面繪畫，以提醒人們唔好霸佔盲道。睇到咁樣嘅情形，我哋十分之欣慰同埋高興。原來唔單止係我哋想要為視障人士出力，令到社會嘅生活更加美好。咁我哋就開始諗，我哋可以點先可以解決呢啲問題呢？點先可以創造我哋想要嘅全新嘅盲杖呢？咁我哋就諗到，我哋就可以透過學校電腦堂上面學過嘅知識，用 App eVenta 等等嘅網站，為視障人士設計一個可以方便佢出行安全嘅程式，似係一個眼睛咁替佢哋觀察世界。我哋都知道視障人士所遇到嘅問題，呢個並唔係一個單靠空談就可以解決嘅問題。因此，我哋運用所學嘅知識，設計出呢個盲杖。我哋希望視障人士可以更好嘅融入社會，並解決佢哋喺生活中最大嘅不便，難以安全出行。我哋喺網上搜集資料同埋親身採訪之後呢，總結咗幾個視障人士日常會主要遇到嘅幾個問題。一就係行動自主性嘅限制啦，例如盲道經常被佔用；二就係社會參與嘅隱形門檻，呢個就體現喺就業機會嘅缺乏啦，同埋社交活動嘅排斥感上；三就係輔具嘅價格比較高昂，會造成較大嘅經濟負擔。最後，視障人士會遭受一些不友善嘅對待，如異樣眼光或者刻意刁難。呢啲發現都俾我哋深刻體會到，問題係需要解決嘅，同埋非常重要。呢個盲杖嘅設計初衷係希望能夠幫助視障人士出行方便，因此圍繞住呢個主題，我哋設計出2個功能，包括一、障礙，設計咗感應鏡頭，如果有障礙便會發出聲音提醒；二、定位，加入咗全球衛星導航系統，可以實時顯示位置。而喺經濟負擔方面，我哋使用智能電話為盲杖嘅功能，如果本來就有智能電話嘅，就唔使另外花錢去購買盲杖，可以節省開支。我哋將開發嘅程式邀請組員嘅視障鄰居參與體驗，並邀請咗數位長者使用者一同使用，俾我哋收穫咗好多真實而實用嘅建議。使用者們唔單止細心指出操作流程中嘅不便之處，更加分享咗好多我哋未曾考慮過嘅實際需求。呢啲反饋俾我哋持續優化程式功能。呢個盲杖係我哋透過課堂上學習嘅 App eVenta 同埋 Teachable Machine 結合而成嘅程式，透過 Teachable Machine 嘅偵測系統偵測出前方嘅障礙，再把資料傳回 App eVenta， 再加上一些大量嘅編程使軟件，達到我們預期嘅效果，偵測及發聲提醒。同時，我哋利用程式軟件 Google 試算表同問卷製作，只需按下按鈕就能實時定位視障人士嘅所在位置，以確保人身同出行安全。呢個就係我哋盲杖嘅用法簡介啦。第一部分係主畫面，選擇主題並按下一頁。第二個就係輸入資訊，填下使用者嘅名稱。而第三部分係啟動網站，自動偵測前方嘅障礙。第四點就係如果有障礙嘅話，就會有聲音提醒前方有點樣嘅障礙，好大程度上可以幫助視障人士辨認到障礙。咁我哋啱啱都講到，我哋第4點就係我哋可以有聲音提醒前方有啲咩障礙。咁其實啦，我哋就分為咗5個大嘅類別啦。第一就係水坑，第二就係街邊嘅樹木，第3就係可能係啲消防柱啊咁嘅柱類嘅嘢，
第四就係一啲可能凸起咗嘅井蓋啦，或者一啲小嘅洞啦。而第五大類啦，就係一啲停泊喺街邊嘅車輛。咁呢個就係我哋嘅程式解說視頻，呢條視頻就唔係呢度長睇啦。最初我哋僅僅將佢視為一場普通嘅競賽，然而隨着時間與心力嘅累積投入，佢逐漸轉化為一份沉甸甸嘅使命。過程中挑戰接踵而至，但我哋始終相信改善視障者嘅出行困境絕非一蹴可幾之事。若僅止步於構思而不實際行動，再精彩嘅構思將會淪為空談。正如賽事名稱創意行動挑戰賽所揭示嘅，呢個項目不僅需要創新思維，更要求我哋勇於突破重重考驗。無論最終結果如何，我哋都將持續優化這項方案，並致力推動社會大眾對視障議題嘅重視與關懷。